嘉义市文化局最近邀请新住民甲义工参访市立博物馆，除了详细导览展出的内容以外，也透过座谈的方式了解因对博物馆的想法，希望说落来会当规划配合新住民共同参与的展览。那其实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屋顶上面交趾陶这一门艺术。博物馆导览人员向来参观的新住民甲义工了解博物馆的收藏，因拢是第一届来到这，对展出的物件拢感觉真新鲜。透过邀请到我们的移民移工朋友来到嘉义市立博物馆来参观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博物馆它其实就是要去开创一个让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展览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城市或认识各种的文化。环境不错，然后也觉得说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也认识到他自己生活的环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对。除了邀请移民移工来参观甲讨论，博物馆嘛希望伫未来会当甲因做伙举办展览，和博物馆的内容会当呈现丰富的文化。那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能够进到博物馆，那不管是是对我们这个规划的议题有兴趣，或者是对我们博物馆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因为这个活动，然后更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嘉义市立博物馆有更深的认识。应该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很了解，但是这样子可以启发了我们，让我们会有一点更了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这边生存，这对我们来说是还蛮有意义的。嘉义市立博物馆表示，为去年开放到今，博物馆已经有20多万人来参观。这届举办10场的导览座谈会，嘛邀请民众用民主参与的方式来讨论博物馆的内容甲规划，希望刷落会当让博物馆的内容唔那在地，嘛更较多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